继续来看南投德山有一个乡亲，赛车经过的南云交流道的连络道路，结果超速40公里，互翕上处地，罚款12000块，搁互吊扣着车牌。也毋过，这个乡亲尾也发现讲，踩伫路顶迄支警示牌的宽度只有104公分，甲规定120公分以上无符合，所以主张罚单无效。即摆监理站已经同意，甲钱退互伊，甲车牌还互伊。这个乡亲是希望讲，这执法单位要开罚单进前，就要先甲规定看好清楚。一个是超速，一个是超过40公里要扣车牌。提出手来的这2张罚单，大南投德山店的林先生，去年11月驶去南云交流道的连络道路超速40公里，互警方翕上开单。除了罚款12000块，还互扣牌，而且上道案公司。林先生当时也无想伤济，钱捌落，车牌也互扣起。也毋过伊愈想感觉愈奇怪，因为伊印象中，当初驶伫路边的警告标记无遐悬。等下到现场测量，宽度真正不到80公分。我再去测量这个，奇怪，怎么会高度不够？104，我开车过去的时候，跟我车身一样高。这你这样是有讲说，钱会还我，车牌会还我，但是他吊扣这段时间是没有赔偿的。实际等下到现场，路边其中一个警告标记明显有当过分者，客车来量，告示牌刷18公分悬。也毋过，毋是每一支告示牌拢有条好势，大部分拢敢若108公分尔。设置的标准都不符了，我们也建议那个监理站跟警察机关应该予以撤销这些年来的罚单，也不要为了取缔而取缔。我们要去取缔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做合乎规定林先生主张，主管机关无符合规定执法，罚单无效。伊讲，监理站答应会将罚单钱退互伊，封口的车牌卖行伊。那这段时间无法度赛车所造成的损失，预备追究。敢若希望执法的单位伫执法交通违规进程，家己爱先符合规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